點解高爾夫會被譽為全世界最難嘅運動之一呢？嗱，以下呢5點就會講清楚高爾夫嘅魅力所在。第一，淨係揮桿咧就已經勸退咗一半人啦。你以為高爾夫係用手打球，但其實咧佢係考驗你嘅全身協調。發力嘅角度咧，節奏軌跡差少少都打唔中球啊！嗱，呢個根本就唔係運動，簡直就係一道動態嘅物理題啊！第二，球場咧永遠就係一個開唔完嘅地形盲盒，從嚟冇兩桿係一樣嘅，沙坑啦、水塘啦、長草、坡道，每一桿都要重新計算，重新咁樣調整。打嘅唔係球，而係心態同埋努力。第三，果嶺推桿唔知幾多人嘅心態爆炸區，從睇線、睇草、攀波、控力，即手稍為震一下個球咧就已經係偏咗噶啦，推一下入唔到，經常見嘅，甚至有時喺果嶺嗰度推10球都未一入得到，都會有。高爾夫咧就好似綠色鴉片咁樣咧，硬係就係差咁少少你先至到位嗰種感覺。第四，高爾夫其實一直就同自己去比賽，你越怕落水咧，佢就越係落水；越想打得遠咧，佢就越打唔遠。如果你個心態一垮咗之後咧，全場就會崩盤啦。真正嘅高爾夫高手咧，都係心態嘅管理大師。嗱，第五，呢個運動咧真係唔係話靠燒錢就可以玩得到嘅，你仲要燒時間啦、拼毅力啦。嗱，幾日唔練咧，手感就全部冇噶啦。如果唔係持續咁樣投入咧，你根本係講唔到進步嘅。所以打高爾夫更可以練得到你嘅自律性。所以話打高爾夫係全世界最難嘅運動之一，呢個我係非常之認同嘅。唔知你認唔認同？If you want to learn golf the right way, welcome to Jack Chu Golf Academy. I will be personally coaching you.